好多人都唔理解，點解貪念會被視為五毒之首呢？其實係因為貪念係所有煩惱嘅種子，就好似一棵毒樹，貪就係深扎喺地下嘅根，而嗔恨、愚癡、傲慢、猜忌呢啲嘅枝葉都係從呢一個根上面生長出嚟嘅。現代人成日都將貪念誤以為係上進心，認為想要更多就係向上嘅動力，但其實貪嘅本質就係一種超越實際需要嘅過度執着。就好似一個人，佢行走喺沙漠，但明明一壺水就能夠活命㗎喇，但佢非要拼命咁去搵整個綠洲，咁樣做，結果大概率係乜嘢呢？係喺綠洲仲未搵到，人已經渴死咗喺路上啦。咁就係貪念俾我哋設嘅陷阱啦。佢令我哋內心恐懼，恐懼不足啦，恐懼失去，恐懼不如人哋。呢種恐懼驅動住我哋不斷咁向外找取，我哋會囤積物品，追逐認同，渴求安全感，試圖用外在嘅擁有嚟到去填補我哋內心嘅空洞。但係結果往往係適得其反，擁有得越多，內心嘅負擔反為越重，因為恐懼本身從未被真正咁觸及同化解。現代社會嘅算法更加係放大咗呢一種機制，譬如刷唔完嘅推薦啦，俾唔完嘅社交動態，都係喺度暗示你仲唔夠好啊！所以破除貪念嘅關鍵就係在於建立對足夠嘅覺知，就好似飲茶，倒7分滿，留3分餘地，先至係恰到好處。當我哋能夠清醒咁區分需要定係想要，咁就能夠喺物質同精神之間揾到平衡點。呢種覺知係需要通過日常小事嚟到培養嘅。食飯嘅時候感受7分飽嘅舒適，購物嘅時候區分實用定係虛榮，工作嘅時候懂得適可而止。佛陀開示嘅中道智慧，正正就係對治貪念嘅良藥啦。佢唔係要我哋放棄追求，而係教會我哋喺執着同放任之間揾到中庸之道。我係阿蘭達，願我哋都能夠睇清楚貪念嘅幻象，從無止境嘅追逐中轉身，喺每一個平凡嘅當下，品嘗到生命本自具足嘅清淨與豐盈。